找你姐有事儿。李元，以你现在的身份，怕是没有见秋宁的资格吧？是吗？当然，李元，你还以为你自己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李家二少吗？怎么，现在落魄了，来找我姐乞食啊？啊，李少。哎呦我！你他妈敢打我！你妈没教过你打人不打脸啊？李元，你放开我爹！果然是个无法无天的纨绔。秋宁，你准备和他退婚是对的。都被人起脸了，我不打回去，岂不成窝囊废了？在纨绔和窝囊废之间选一个，我还是更喜欢当纨绔。李元，这里是魔都，不是京城，把你这无法无天的性子给我收一收，不然你应该清楚后果。姐，你跟他废什么话呀？他现在被李家下放，什么都不是。来人！老大，双拳难敌四手，要不我们示弱，赶紧溜算了。胖子，在本少的字典里可没有示弱这两个字。我虽被下放，可家族一日没和我彻底断绝关系，我就一日贵为李家二少。京城第一豪门李家，听过没有？谁敢动我？1个月挣几个钱啊？替人卖命。干什么？你们动手啊！动手啊！孟少，这可是李少，我们哪有这个胆子？还不快滚！哎，怂包！李元，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可什么都没干啊，反倒是你，好歹是我的未婚妻，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你弟来找我的茬，这就是你孟秋宁的待客之道吗？李元，忘了告诉你，秋宁打算和你退婚，所以她很快就不是你的未婚妻了。你少在这里攀亲带故。露露说的没错，以后不要把我是你未婚妻这件事情挂在嘴边。是吗？那你爸知道这件事吗？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问问是不是你孟家的意思。我记得当初你孟家为了和我家联姻，可费了不少功夫呢。等等，这只是我个人意思。说吧，你到底找我什么事？哎呀，是这样的，我手里有一个大项目，准备带你一起赚钱。你呢，就先投资个5000万，1周之后3倍返还给你。本少念旧情，你好歹是我未婚妻，让你参与投资，咱们一起吃肉啊！借钱就借钱，还美其名曰投资。李元，你脸皮可真厚啊！李元，你当着我的面打我弟，现在还想问我借钱，你在做什么白日梦呢？我好心带你发财，你还不乐意了？给你机会你不要，那我可去找别人了。对我使用激将法没有用，落魄的凤凰不如鸡。你李少的投资水平谁不知道？10投9输，那我把钱借给你，岂不是打水漂了呀？再说了，现在你在李家的地位那是岌岌可危，随时都会被除名。我为什么要帮你啊？孟小姐，不借归不借，你侮辱人是几个意思？当初老大得势的时候，你缺乏资金链，老大不惜挪用家族资金帮你填了2个亿的窟窿，这些你都忘了？别说借这5000万，就算让你双手奉上，这也是你应尽的情谊吧？
当初可不是我求他帮忙的，是他自己凑上来的，关我什么事？你行，孟秋宁，你可别后悔。让我后悔？你还真没这个能耐。不过，既然你都开口借钱了，那我就给你推荐个人选。哦，谁啊？魔都苏家，苏有容。苏有容，好耳熟的名字。没错，他爹刚死，他现在就是他们苏家的实际掌权人，身价上千亿，远比我有钱多了。5000万对他来说就只是零花钱而已，借给你啊，动动手指的事儿。没错，今晚苏小姐恰好就在这海天会所。哦，好像就在那边包间。苏家，苏有容。小心！苏有容，想起来了，小时候我还救过她一命。李媛，你也不要说我们秋宁翻脸不认人，现在特地给你指了一条明路。苏小姐日理万机，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你以后可能连见她的机会都没有了。行，那我现在过去找她。姐，还得是你啊！这苏有容怎么可能借钱给李元这种纨绔子弟？到时候被拒绝，我看他李家二少的脸往哪搁？苏有容可是出了名的讨厌像李元这种仗着家族权势胡作非为的纨绔子弟。他李元敢去触他的眉头，恐怕今晚咱们这个圈子要传遍他的笑话喽。就当是挫一挫他的锐气了，免得他把魔都当成他家后花园似的，这么肆无忌惮。走，我们去看看李元是怎么丢脸的。走。老大，这苏有容身份不一般啊，而且是出了名的冰山美人，我们还是小心为好嘛。他们既然想看我笑话，那我就让他们瞧瞧，我李元已经今时不同往日了。苏小姐就在里面，你怎么不进去啊？怕了？刚才那嚣张劲儿呢？看来你李元就是个欺软怕硬的怂货罢了。不想再挨一顿打的话，最好把嘴管严点。你，哎，王八犊子，看把你能的！我们别进去了，在这儿等吧，免得苏有容迁怒于我们。我打赌，他李元进去不出3分钟，肯定被苏小姐给赶出来。哼，老大一定会成功，老大一定会成功。一个人喝酒多没意思啊，我陪你喝一杯。看来李家二少爷被下放到魔都的传闻是真的。说吧，找我什么事？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我呢，需要5000万作为创业资金。听说苏大小姐你有钱，就过来找你借了。1周后，我3倍返还给你。行啊，不过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和我睡一觉，我就答应给你。我没听错吧？外界传言，你可是个冰山美人。怎么？不愿意？如果你是在试探我的为人，那你恐怕就要失望了。我还以为你会饥不择食地扑上来，看来
外面那些人传你整天花天酒地、不务正业，也不怎么可信。那5000万借你了，就当是还了小时候你对我的救命之恩。谢了，我说过1周后还你，说到做到。我先走了。如果要选一个联姻对象的话，他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唉，我早说了吧，他进去不超3分钟，肯定会被苏小姐给赶出来的。李媛啊，李媛，你不是很狂吗？怎么吃闭门羹的滋味不好受吧？这里是魔都，不是京城，你还以为你是那个人人都捧着你的李家少爷啊？老大，没事，钱的事儿，我们再想想办法啊。我倒是知道有个高息贷款的路子，不过以你现在的信用资质，谁说我没借到钱啊？什么？老大，你真的问苏小姐借到钱了？当然借到了。不是所有人都是喂不熟的白眼狼，看到我失势就立马撇清关系。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呀。唉，李媛，你在这指桑骂槐有意思吗？别装了，就你这副德行，苏小姐就不可能把钱借给你。哦，那你可就猜错了，我还真就把钱借给了他。苏小姐，李媛李二少的名声你肯定早有耳闻，他打着李家的旗号坑蒙拐骗，胡作非为，身为李家的嫡系，却被家族公然下放，可见其劣迹斑斑。是啊，苏小姐，这个人借钱根本就不是搞什么投资，无非就是被家族下放，没钱挥霍罢了，所以绞尽脑汁想搞点钱。没错，他这个人成天夜夜笙歌，流连风月场所，这5000万给他，不出半个月就会被赔光。所以呢？所以苏小姐此举是不是有欠考虑？她刚刚还跟我夸下海口，说只要我借钱给她投资，1周后将会3倍返还。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连3岁小孩都不会信。要是没有你们的怂恿，他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从而找我借钱？现在我说我愿意把钱借给他，你们又在急什么？苏小姐，你作为魔都数1数2的商业精英，那投资从来没有失过手。以你的眼光，总不能被李媛这种人忽悠，做赔本买卖吧？不好意思啊，孟小姐，你口中这赔本买卖，我做定了。你不就是想借我的手戏弄羞辱李媛？你们孟家胆子可真够大的，连我都敢利用。我……苏小姐，我没有这个意思，只是什么？哑巴了？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李媛。孟家和李家有婚约，我跟他相处过一段时间。你要是相信他的话，你肯定会吃大亏的。那又怎么样？这钱是我的，我想借给谁就借给谁，和你有关系吗？还有啊，孟小姐，李媛应该是你的未婚夫，你不维护支持他就算了，怎么还处处打压抹黑他？有你这么做未婚妻的吗？我跟他只是家族联姻而已，他根本就配不上我。配不上？李家乃京城第1豪门，他李媛再不济也是李家家主的嫡孙。孟小姐，你以为你今天能站在这里和我说话是靠你自己？若不是和李家有一纸婚约，
你觉得你有资格吗？据我所知，李渊在没被下放前，你好像不是这个态度。孟小姐，看来你也不过是个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的投机分子，也没见多高贵嘛。我已经决定跟李渊退婚，他对我来说一文不值，我根本就不需要靠他什么。好啊，那就麻烦孟小姐尽快完成退婚。什么？你不要的男人就早点让出来，我苏有容要。看来我还是挺抢手的。苏小姐，你是认真的吗？你看我的样子，像是在开玩笑吗？孟小姐，麻烦你退婚之后，记得第一时间通知我。没事的，秋宁，李渊拿了钱，没过几天就败光了，根本就不可能赚到钱。没错，姐，到时候看他怎么收场。没错，到时候李家要是知道你李渊不仅没赚到钱，还欠了苏家的债，李老爷子肯定会大怒的。你被正式逐出李家只是时间的问题。到时候我们的婚约也自然就解除了。没错没错，没有必要和这种人生气。我们走吧，我可不想再看到这个人的嘴脸。等等，你笃定我会败光这5000万，一分都赚不到是吗？那好啊，不如我们打个赌。打赌？虽说这钱是苏小姐借给我的，跟你们没有半毛钱关系，但你毕竟是我的未婚妻，如此看低我，这传出去了，我李少的脸往哪搁呀？不如我们就打个赌，是非成败一块认清。幼稚！秋宁，别理他，我们走。孟秋宁，你敢吗？怎么个赌法？秋宁，李渊这个人阴险狡诈的很，还不知道他要耍什么花招呢。我们还是1周后，我赚到钱，3倍偿还苏小姐的5000万，就算我赢；反之，我输。好，我赌，如果你输了，你就立马主动跟我取消婚礼。姐，原来你在这儿等着呢。好主意啊！万一李家不愿意下死手，那这解除婚约的事情还不知道要等猴年马月呢。那我要是赢了呢？随便你啊。那你就当众甜甜的叫我3声老公，再亲我一口，怎么样？狗改不了事实。你为什么要这样说你的闺蜜？苏小姐，你看见了没有？这就是李渊的本性，花花肠子，你被他给骗了。其实啊，我这个人很大度的，我不太在意自己的男人有一些小三小四什么的。我主动退婚，承担家族的责项，这点赌注不算什么吧？好，我答应你。正好苏小姐也在，那就请苏小姐做个见证人。你是魔都有头有脸的人物，不至于徇私，对吧？当然，而且钱是从我这借出去，我当然会做这个公证。到时候我会把赌注结果告知全城，你们谁都没机会后悔。你们谁都没机会后悔哦。好，那就麻烦苏小姐。李渊，你完蛋了！丢这么大的人，李家绝对不会姑息的。你就认定我会输？不然呢？就凭你这吊儿郎当的样子，你要真能在1周之内赚到1亿5千万，我赵露给你当女佣。好，这可是你说的。反正我们绝对不会输。好了，露露，我们走吧。1周后自见分晓。
好了，他们都走了。你知道我是在演戏，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苏小姐无非是报恩吧，能做到这种程度，我已经很感激了。我不会自负到以为你真的喜欢我，况且你也不相信我真的能赚钱，对吧？短短1周时间，本金至少翻3倍，任谁也不信，好吧？不过我不在乎，这钱我就没打算要回来，你我正好2000万。1周之后，1亿5千万，1分不少，说到做到。好，那我就先走了，苏大小姐，早点休息。不是老大，你不会真的拿着5000万去收购上农股份吧？人都到了，你说呢？不是老大，这上农的主要经营业务就是农产品，这1年受到了网络经济的打压，连年亏损，今年股价都跌停了3次，眼看就要破产了。你在这个节骨眼去收购上农股份，这跟把钱丢水里有什么区别？不对，把钱丢水里你还能踢个响。胖子，如果我说上农短时间内就能起死回生，未来更是混得风生水起，你信吗？他们现在啊，就差我这一把东风了。走，老大，想一出是一出，这下可真的完了。区区5000万就收购了上农10%的股份，几个股东也不墨迹，痛快！哎呦，老大，人家守着这个烂摊子，巴不得有人接盘啊！这下好了，你成冤大头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把我收购上农股份的事情大肆宣扬出去，越高调越好，让所有人都知道。现在先带我去吃饭，看你少饿。好嘞，我去开车。秋娘，你们知道李元用那5000万干什么了吗？还能干啥？吃喝玩乐呗。他用这5000万收购了10%的上农集团股份。上农集团，那个濒临倒闭的农业公司，千真万确。这废物，还不如拿这钱去挥霍，这5000万瞬间就打了水漂啊！这倒也不意外。李元他就是个草包，对商业没有任何概念，居然还学别人投资，简直是可笑。秋娘，恭喜你啊，马上就可以恢复自由身了。现在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什么？去李家找个能说得上话的公证人，让他亲眼见证李元输掉赌约，身败名裂。到时候由他通报给李老爷子，那李老爷子一定会将他逐出家门。说的有道理，听说李家有不少内部人都希望这个嫡孙早点出世，肯定会有人愿意站出来做这个公证人的。等李老爷子将李元逐出家门之后，那我跟他的婚约也就不攻自破了呀。太好了，姐，这事儿我去帮你办，准帮你办得妥妥的。老大，我看你是一点都不着急啊，居然还在这打游戏。有什么好急的？有什么好急的？最近这2天，上农集团的股东们纷纷往法院跑，都快破产清算了都。哦，哎呦喂，我的老大呀，你以后该怎么办呢？行了行了，我还没死呢，嚷嚷什么？苏小姐来了，是找我有什么事情吗？我听说孟秋宁特地从京城请来了一位李家人，目的就是在你输掉赌约之后，由他向李老爷子交代你的所作所为，然后将你彻底逐出李家。哦，看不出来啊，我这未婚妻人还挺狠啊。你就一点也不着急吗？依我看啊，这次赌约你基本是必输的局。连你也不相信我？以目前的信息来看，确实信不了你半点。
喂，一周时间到了，今晚君子楼见。君子楼，还挺雅致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李少，应该不会不记得咱们的赌约了吧？就算你不记得了也没事，所有人都记得，你不来还是你输。放心吧，我肯定去。至于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你这是要去赴死啊？赴死？开什么玩笑？今晚过后，整个魔都都将因我李元而翩翩起舞。哟，整得还挺热闹。各位，今天的主角已经来了。大伯，你也在啊？哼，还在这里嬉皮笑脸呢？不是，我笑笑怎么了？难道要哭丧着脸吗？大伯，你这未免管得也太宽了吧？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来吗？难道是想我这个侄儿了？装傻充愣！我问你，你是不是问苏小姐借了5000万做投资啊？是啊，有什么问题吗？苏小姐自愿借给我，你好像管不着吧？对，我是自愿借给她的，而并非看在李家的面子上。听听，混账！就算是苏小姐自愿借给你，但你要是还不起，不还得李家来为你擦屁股吗？老爷子把你下放到魔都，就是为了来磨练你的性子。你就是这么给老爷子交代的？没错，李元，而且你应该还记得你我之间的赌约吧？你说过，如果你把这5000万全部败光了，那你就代表李家主动提出跟我退婚。看看你干的好事儿！老爷子把你下放到魔都，一是让你靠自己的能力赚钱，二就是来履行和孟家的婚约。你现在闹的不但欠了5000万的外债，而且还要我们李家出面帮你和孟家解除婚约，让整个李家为你蒙羞啊！等等，你们说的这一切的前提是赌约我已经输了，把那5000万给败光了。但问题是，我没输啊。你没输，李元。那我问你，你承不承认用这借来的5000万买了上农集团10%的股份？这有什么不好承认的？那你就应该得到了消息，上农集团的几位股东现在正在法院做破产清算流程。也就是说啊，你这5000万彻底打了水漂了，你还敢说你没输啊？唉，那破产清算也是需要时间的嘛，这万一奇迹发生了呢？李渊，你就别在这里拖延时间了。看来老爷子交代给你的任务，你是完成不了了。那既然如此，各位，我宣布，我代表京城李家通告魔都全城，将李元从李家彻底除名。李家和孟家的婚约一并解除。啊，这他妈要解除婚约了！李元这个纨绔彻底被李家赶出去了。青宁，你终于恢复自由身了。赵姐，你看他现在的样子，像不像一条狗啊？李元，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你们说完了吗？是不是也该轮到我说几句了？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想说，你们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我从始至终都没输过。胖子，进来。哎呦，这
这是干什么呀？上农集团董事长杨辉携员工代表叩谢李少关键时刻救上农于水火之中，让上农起死回生，保住了上万员工的饭碗，集团市值暴涨50亿。多谢李少，多谢李少，多谢李少。这什么情况？哎，杨总请起。上农能活下来，就意味着我也能赚钱，咱们双赢，不必行大礼。李少，您是我上农的大恩人，以后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您尽管提。好说好说，这些都是上农精心挑选的一些血橙，专门送过来给李少尝尝鲜。求您。上农集团的股价正在一路狂飙，这怎么可能？上农集团明明都已经要倒闭了呀！李元，你到底在搞什么鬼？搞什么鬼？这明明是我们老大高瞻远瞩，精明果断。今年南方气温骤降，市面上的橙子全部受了灾害，价格暴涨，只有上农集团改良的血橙抗冻，我们垄断了全国市场，价格能不涨吗？那时候上农最困难的时候，连运费都出不起。要不是李少这5000万的话，我们怎么可能还有力挽狂澜的机会啊？是真的，官方平台发布公告了，大力夸赞上农集团技术创新能力。怪不得上农集团的股价升得这么快。天气变幻无常，这李元是如何判断出来，并精准下了这样一步大棋啊？难道李元真的赚到钱了？孟小姐，我们老大不仅赚钱了，而且赚大钱了。照目前的趋势来看，我们老大手上有10%的上农股份，价值5个亿，未来绝对还会增值，5000万至少赚了10倍。姐，这真的？李元他怎么可能一下子赚这么多钱？完了，一切都完了。不，李元他还没有赢。哼，还嘴硬是吧？你虽然持有上农集团的股份，但那只是资产，又不是实打实的现金。你要是没有钱还给苏有容，你就还是说。说的没错，秋宁，我们还有希望。说你蠢都抬举你了，连条狗的智商都比你高。我准备出售手上5%的上农股份。不是，李少，我们上农集团的股份在资本眼里那可是香饽饽，未来的提升空间10倍都不止啊！当然，您做的任何决定我们都尊重。你也看到了，我现在需要现金。李少，上农集团股价暴涨，抗寒血橙供不应求，很多经销商为了拿货，甚至都给了一些预付金。我们上农手上资金还比较宽裕，既然李少愿意出售股份，那不如就让我们上农回购吧。当然，我们肯定不能让李少吃亏，我们愿拿出5个亿回收李少手中5%的股份，您觉得怎么样？5个亿啊！5个亿啊！可以。行，那我们现在就打钱，合同我们回头再签。看到了吗？这就叫信任。李少，钱已经打过去了，稍后就能收到。我那边还有些事儿，我就先回去了。那好吧，回头再聚啊。哎，走。哎，哦，银行卡到账5亿元。哦，都给我看清楚了！真有这么多？大伯，你年纪大了，能看清吗？要不我给你放大看看？不用。大伯呀，我现在不仅能还了苏小姐的钱，还赚了不少呢。大伯还要将我从李家除名吗？哎呀，要是爷爷知道了这件事……浩哲，这都是误会。
孟秋宁，你竟然敢添油加醋的误导我，针对我侄儿，挑拨我们的叔侄关系。侄儿啊，大伯呢也是太过于着急维护咱们李家了，是大伯不对，大伯给你道个歉啊。原来是这样啊，那真是为难大伯了。既然这误会咱们已经澄清了，那大伯就回去了。好啊，那记得把我赚钱的事告诉爷爷啊。一定一定。苏小姐，1亿5000万转过去了。收到了。真的3倍啊！同时，我手中剩下的5%的上农集团股票，无条件转让给苏有容苏小姐。他不是赚钱了？哎呦，不是直接转让给人家了吗？哎呀，太大方了！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完全没必要这样啊！我李元没别的优点，唯独懂得知恩图报。没有苏小姐这雪中送炭的5000万，我连入局的资格都没有。对我好的人，我自然加倍偿还。李元，李二少爷，人品真真不错。有大气啊！孟秋宁，你输了。孟秋宁，你输了。李元，你别得寸进尺。哎，打赌可是你们自愿的，我又没逼你们。孟小姐，你说我们老大一有什么好事儿，第一时间想的是你。明明可以躺着挣大钱，可你倒好，不掏钱就算了，还对我们老大冷嘲热讽的。秋宁，这么说，我们少赚了好多钱啊！哎呀，这1亿5000万，还有5%的上农集团股份，也就这样推给了苏小姐。怎么，后悔了？可惜你没有这个机会了。这孟小姐的眼光那不行啊。就是啊，能与李家联姻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儿，她竟然还想着要退婚。而且李少长得帅，背景深厚，又有本事，也不知道这孟秋宁是怎么想的。够了，你们不要再说了，是我输了，行了吧？我愿赌服输。好，那么按照约定，我会把李少和孟小姐的赌注结果通告全城。那就请孟小姐履行赌约吧。秋宁，不要！我输了。请吧。老公，你是我未婚妻，叫我一声老公理所应当啊，怎么跟上刑似的？你放开我！别忘了赌约内容，我说的是甜甜的叫我老公，现在重新叫。李渊，你别太过分了！你自己说的，愿赌服输。哎，这么多人看着呢，难道你想公然赖账？我可以放你走，就是你孟家的名声嘛，这恐怕以后就不太好听了。他这活该啊！真是咎由自取啊！这都自己活该。你还干这事儿？看。好，我叫老公。第一声。老公。哎，第二声。老公。这几声老公叫的真不错。秋宁，我们走。走？别忘了赌约中还有一条，你还得亲我一口。李渊，你非要把事情做这么绝吗？我做的绝啊！你们就是白莲花？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让我去找苏小姐借钱打的是什么主意。再说，我让我的未婚妻履行她亲口答应的赌约，很过分吗？
赶紧的，本少忙着呢。让你亲你未婚夫一口，在这里扭扭捏捏、哭哭啼啼，不知道的还以为光天化日我把你怎么了呢？满脸的鼻涕，别把我脸弄脏。李渊，你是在羞辱我吗？孟秋宁啊，你别忘了，当初是你们全家点头哈腰，就差下跪求着和我订婚，是你们全家想傍上我李家，而不是我李渊。非你不可，别把自己看得太高了。李渊，我们跟你没完！哎，你不在这放狠话，我还差点给忘了。赵露，我怎么记得你和我也还有一个赌约呢？我是什么赌约？哼，赵小姐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行，我帮你回忆回忆。你说只要我在1周之内赚到1亿5千万，就给我当女佣。我现在赚的远远不止这点啊。那我就是随口一说的。那既然赵小姐不想认账的话，那就算了呗。但就麻烦你不要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来掺和我和我未婚妻的事。一个赌约都不敢履行的无赖，没资格对本少指指点点，明白？你说谁无赖了你？信口雌黄，言而无信，说你是无赖都算客气了。就你这样的还瞧不起我？你比得上我一根头发丝吗？你看见你就烦，赶紧滚吧！我还就不走了，不就是当个女佣吗？这有什么难的？露露，你别激动啊！哎呀，秋宁，我们怎么能让李渊这种人看扁呢？我赵家在魔都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家族，他不敢拿我怎么样。可是，哎，秋宁，我也愿赌服输，有事咱们一起扛。好啊，你准备好了，来我家报到就行。我在魔都的住处，你们应该都知道吧？慢走不送。哼！苏小姐，你别忘了，魔都第一家族秦家的少爷，这些年可一直都在追你。秦家少爷，他说的这个秦家少爷，就是秦家如今实际掌权的秦世杰，魔都最大的地头蛇。哦，他呀。这些年他一直向我逼婚，我强硬拒绝之后，他就直接对外放话说我是他秦世杰的女人，导致整个魔都没有一个男人敢靠近我。正好，现在我来了。你还是小心点吧，孟秋宁他们特意这样说，就证明秦世杰很有可能已经知道了，只怕我们很快就会有麻烦。在我京城第一豪门里，哎呀，这次终于扬眉吐气了，老大，真不愧是你啊！我都以为我们要输定了。杨总一发货，就兴致冲冲地说赚大发了，他立马就过来道喜了。预料之中。哎，对了，老大，你是怎么预测天气的？这南方突然降温，官方都没预测到。少约妹子，多看报，明白了吗？话说回来，李渊，这次啊，我还真得感谢你。苏小姐说的是哪里话呀？没有你，哪有我现在？可是你给的也太多了。你就拿着吧，这点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的目标大着呢。上农集团体量太小，
我守着不放，反而束手束脚。李媛，你还真令我刮目相看。苏小姐现在又是亲又是牵的，这以后要干嘛？我简直不敢想。那，你跟我回家不就知道了？这不太好吧，苏小姐？那，去你家。去你家。先不了，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跟你开个玩笑啦，等你跟孟小姐退婚之后再说吧。怎么着也要讲个名正言顺，不是？好啊。好，那我等你哦。拜拜。呦喂，老大，要不是因为我在，苏小姐就地就把你给办了，你就从了她呗。再说了，苏小姐比那眼高于顶的孟秋宁不知道强了多少倍。哎，老大，你不会真的要跟孟秋宁履行婚约吧？放心吧，胖子，我没那么贱，不用着急。哎，我明白了，老大。老大你喜欢慢慢玩？行了，你安排一下，把这些橙子都运回家，好歹是人家的一片心意。然后，咱们去喝庆功酒。走，好嘞，老大，走。苏有容，你给我站住！你放开！苏有容，你好大的胆子啊！和别的男人搂搂抱抱，眉来眼去，你眼里还有没有秦少？我想跟谁在一起是我的自由，关他秦世杰什么事？我的好堂姐，秦少是什么身份？你跟了他，我苏家定会再上一个台阶，也算对得起大伯的在天之灵了。苏东来，你少在这里假惺惺，无非是想趁机夺权吧。我给脸不要脸你！李媛，当众打女人，你说你这人咋这么窝囊？李媛儿，你一个京城气少，连我魔都讨口饭吃，还敢打我？我可是秦少的人，你就是条龙，在秦家面前也得给我盘着，更何况还是一个被家族下记住，这才叫打人。你他妈的！李少，我错了，别打我，别打了。回去告诉你主子，苏有容是我李媛的女人，敢打本少女人的主意，最好掂量掂量，有几条命够死。你的女人有什么问题吗？不，李少，您不是和孟家有了婚约吗？婚约算什么？本少身边的女人少过吗？是，知道了还不赶紧滚！下了。这点小事我替你处理就行。胖子，吃饭暂停，先送苏小姐回家。遵命。秦少，对不起，我差点就把我姐带来了，谁知道那李媛她……这事儿不怪你。多谢秦少。没想到这个被李家放弃的气少还真有点能耐。我原本以为孟秋宁能够处理好他，我就不需要出手。毕竟李家
我也不好光明正大的对付。没想到啊！是啊，秦少，明明那上农集团就要倒闭了，突然间就咸鱼翻身了，让李元那家伙趁机逆转了局势。会不会是李家给了李元内部消息啊？不会，李家既然公然将李元下放，那就知道有无数只眼睛盯着他。堂堂李家不会为了小小几个亿打自己脸。难不成真是李元自己看出来的？不过他一个纨绔二代，这怎么可能啊？这瞎猫碰上死耗子呗。不过李元这次赢得很彻底，赚点小钱是无所谓的，可是他改变了李家对他的态度。如此一来，李家想驱除李元，那更是遥遥无期。秦少，这样的话，苏有容和李元就会走得越来越近了。是啊，苏家和苏有容我必须得到，可碍于李家寻常手段对付不了李元，那么就去联系狂龙吧。狂龙？秦少，你的意思是？狂龙是全世界排得上号的杀手，手下还有一批死士，李元必死无疑，死无对证，没人知道是我们干的。明白，谁让他和秦少抢女，死了活该。秦少，孟家大小姐孟秋宁求见。有点意思，让他进来。见过秦少。你不是有个弟弟吗？人呢？他被李元吓破了胆，出国旅游了。堂堂孟家，却只能靠一个女人撑着。秦少，我这次来，你想让我对付李元？是。你就这么恨你未婚夫吗？我跟李家那是家族强行联姻，我从未喜欢过李元，对他的所作所为更是厌恶到了极点。我原本以为可以成功退婚，没想到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李元小肚鸡肠，睚眦必报，如今他得了势，肯定会针对我们孟家的。所以我想和秦少您合作。我有什么好处？什么？虽然我们目标一致，但孟小姐一句话，不配我秦家全力出手。秦少，我是李元的未婚妻，也是他回李家重要的一环，我可以在关键时候给他致命一击啊！秦少，我是孟家的继承人，只要你能让李元失势，再也不回魔都，我愿意将我们孟家所有资产20%的份额全部都转让给秦少。秋宁，秦少，我知道你不在乎孟家这点资产，但是这也意味着你能一定程度上掌控孟家。届时，等秦少娶了苏小姐之后，我一定努力更进一步，争取真正的为秦家效力。没想到你还盯着苏有容呢，孟小姐，你的野心不小呀。人往高处走，我一定要抓住这难得的机会。你知道的，苏有容是我的逆鳞，而且她现在大力支持李元，还和李元暧昧不清。你是觉得你有机会了？没错。你在利用我。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他李元是真的有本事？这不可能，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李元。他不过是个仗着李家嫡系身份作威作福的纨绔，他绝对掀起不了什么风浪。这一次不过是他运气好罢了。没错，他明明可以直接赚10个亿，却非要在我们面前装逼，把一半的股份都划给苏有容，这不就是典型没脑子富二代的做派吗？他赚的那些钱一定都会吐出来的。我和你们的想法一样。好，那就按孟小姐所说的，孟家20%的市场份额
多谢秦少。不知秦少打算多久？我会让李元在魔都消失。太好了，你恶心的家伙，最好永远不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此事急不得，还需要一定时间考虑。啊？那还要多久啊？我，露露，秦少会安排好的。秦少，那我们就告辞了。走吧。秦少英明啊！我们本来就要对付李渊，此时又多了孟家给的好处。这孟小姐倒是恨透了李渊，居然让他不顾一切代价。你说，一个人做了什么事儿，居然有这么多人恨他？李渊啊，李渊，我倒是对你愈发的感兴趣了。去安排吧。是。露露，你真要去李渊那儿？秦少已经准备出手了，用不了多久，李元就会被彻底赶出魔都。正好，我要亲眼看到他灰溜溜的滚蛋。那你要保护好自己啊，千万别被那家伙欺负了。你放心，他要是敢动我，我就阉了他。万事小心。那你等我好消息。李少，赵小姐来了。让她过来。本小姐说到做到，你可别瞧不起我。赵露，你有点女佣的样子吗？还有，身为女佣就是这么对主人说话的？你先给我把态度放端正点，要不然现在就给我滚蛋！李元，你想让我走，然后再给我扣上一顶言而无信、耍无赖的帽子是吧？你休想，本小姐是不会走的。那就拿出点诚意来。你想怎么样？李少，吃水果。谢谢。果然是个臭流氓，连在家里都这么奢靡。赵露，先去把衣服换了，穿女仆装。穿女仆装？你让我穿这种衣服啊？什么叫这种衣服？你身为女佣，不穿女仆装，想穿什么？我不穿，我为什么就不能穿得正常一点？不，我年纪大了，不适合穿那种衣服。反正在我家呀，年轻女孩就得穿女仆装。你既然来当女佣，就得按照我的规矩来。我不穿。行啊，我不强迫你。既然你连工作制服都不愿意穿，看来你的工作意愿也不是很强嘛。你面试失败了，可以滚蛋了。好，我穿，别人都能穿，我赵露有什么穿不了的？小云，带赵小姐换衣服。赵小姐，这边请。还不错。变态！去，把衣服洗了，这些都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你是故意的吧？女佣不就是用来干洗衣做饭的活吗？不然我找你来干嘛？度假吗？这里还有。你时间不多了，不把活干完，今天别想吃饭。你连饭都不给我吃，
果然是一个残暴无良的纨绔，真是羊入虎口了。早知道就听秋宁的了。随便你怎么说，现在女佣就是你的工作，干不好受罚，理所应当。哦，对了，本少的衣服必须手洗。大门就在那边，你不想干，自己滚就行了。我还忙着赚钱呢，别来烦我。原来干活这么累啊！李媛这一天要换5、6套衣服，怎么那么多呀？根本就洗不完，想死！赵小姐，来吃饭了。我能吃饭吗？可是我衣服还没洗完。李少就是随口说说，哪能真不让您吃饭呢？来吃吧。那李媛呢？李少，吃饭啦！我还有点事儿，你们先吃。赵小姐，快来吧。李媛允许我们上主桌吃饭，还让我们先吃。是啊，是啊，平常李少都是和我们一起吃饭的，他忙的时候就让我们先吃呢。我们家已经对佣人算是不错的了，但也没有做到这种程度。李少平时没有少爷的架子，对我们像亲戚和家人一样，没事儿的，来吃吧。扫地、拖地、洗衣服、做饭，我这一天把我这一辈子的活都给干了，好累啊！一定要和秋宁吐槽一下，他李媛简直不是人。这李媛白天装正人君子，晚上果然暴露本性了。你别进来，赵小姐，你没事吧？小云，你进来吧。对不起，赵小姐，我是不是吓到你了？没事儿。李媛没来吗？李少啊，他早就睡下了。哦，现在才9点，他就睡下了。是啊，李少一向早睡早起，5点就起床忙工作了。他什么时候这么上进了？赵小姐，这是青草膏，你今天干了一天的活儿，明天肯定腰酸背痛，这个能缓解。谢谢你啊，小云，这是李媛让你给我的吧？我就知道那家伙根本就没有那么好心。这是李少专门为我们准备的，人人都有份哦，自然赵小姐也有。你不用替他说好话，小云，你长得这么漂亮，他对你好，肯定也对你图谋不轨。不是的，李少他人真的很好。之前我在酒吧工作，晚上有一个有钱有势的客人要带我走，连老板都不敢得罪他。要不是李少出面，我已经……还有这种事儿？是的，李少他人真的很好。我是看你和李少之间好像有点误会，所以今天多嘴了2句。张小姐，那你快休息吧，我先走啦，拜拜。好可爱的小猫！这是李少收养的流浪猫。他有这么好心啊？是啊，李少说天太冷了，这些流浪的猫猫狗狗挨不过这个冬天，挺可怜的。让我们呢见到这些流浪猫狗啊，带回家，家里空间大，添一些这些小家伙，家里也挺热闹的。不行，不能被他骗了。李媛这家伙花招多得很，他可能知道我很喜欢猫，所以……王妈，这小猫是什么时候收养的？就是李少刚回魔都的那天晚上。那小云又是什么时候来的李家？大概1个星期前。那会儿我还没和李媛打赌呢，应该不是提前专门因为我准备的。
呸！我怎么能这么想？千万不能让李渊知道了，不然他能笑话我一辈子。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作，没啥事连门都不出。不是说他李渊夜夜笙歌吗？不对，一定是因为李家要把他逐出去了，所以他现在有了危机感，才这么拼。哼，没错，这狗一定改不了吃屎。求你啊！喂，我在外面。秋宁，你怎么来了？李渊随时可能会回来的。他回来又怎么样？我是来见我好闺蜜的，我又不是来偷情的。我这是担心你嘛，要是被李渊发现了，他肯定会对你纠缠不休的。这倒没什么，他根本不敢把我怎么样。露露，你怎么穿成这样？李渊他没有为难你吧？没有，除了第一天，他就没和我说过话。这不是好事吗？你怎么看着有点不开心啊？有吗？我只是在想，我什么时候才能离开才这样的。不说这个了，我有个好消息，你赶紧去换衣服跟我走一趟。什么好消息啊？李渊他把他赚来的钱全部投资了股票，这个蠢货不知道散户10头9亏，马上就要开盘了。不说他血本无归吧，那至少也得亏一半。说不定啊，不要秦少出手，我们就能脱离苦海了。哦，这样你不开心？没有啊，我现在去换衣服。胖子，别紧张，来陪哥打2把游戏嘛。能不紧张吗，老大？你把这段时间赚的钱全部投进去了，而且你买的这几只股票好像都很一般。别着急，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哎呀，老大，我是没有办法像你这样稳坐泰山，我得出去盯着。孟小姐还真是阴魂不散啊！还把我家女佣给拐来了。赵露，你活干完了吗？就敢擅离职守？李渊，我知道你把钱全部用来投资了股票，今后露露就不用在你家干活了。而且，如果你愿意退婚的话，我可以跟李家说，是我们沟通后的结果，稍微给你留点体面。你说什么？我没听错吧？你个手下败将还提上条件了？现在的股票市场，你一个没有大资本支持的散户只会亏本，你依旧是赌徒心态，李家是不会容你的。那要是我赢了呢？哼，不可能。无聊。你到底退不退婚？我退你个鸡毛！你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现在就带露露走。开盘了，老大！老大，你他妈神了！你买的这些股票全部暴涨，我们这波挣了10个亿，10个亿呀，10个亿！什么？我们这波挣了10个亿！说了不用着急，这笔钱稳赚。老大，你是我见过最牛逼的老大！这不可能！是真的。孟小姐，真是抱歉，你上赶着来看我的笑话，
结果自己成了笑话。我现在手上有10几个亿的现金，重回李家的2个条件我已经完成了一个，剩下的那个就是和你完婚。你觉得我会轻易退婚？你别得意的太早。露露，我们走。赵露是我家女佣，这工期还没结束呢，可不能走啊。秋宁，愿赌服输，我现在确实还不能走。露露，你再坚持一下，我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好。赵露，你要搞清楚自己的定位，当女佣就给我好好当。李媛又赚了这么多钱，他貌似真的很有本事。听明白了吗？明白了。走，回家。刚才你睡着了，我们先吃了，饭菜已经给你热好了。啊，王妈和小云他们呢？我让他们先去休息了。你怎么跟这的女主人似的？你胡说，你满意了，我这不是也能早点离开吗？收拾的挺干净啊，不得不说，你确实有点当女佣的天赋。不如一直在我这儿干，我给你开工资。你想得美！李媛，你怎么不接电话？李媛，你怎么不接电话？苏小姐，你怎么来了？赵露，你只是我家的一个兼职女佣，别多管闲事。去给苏小姐倒杯水。哦。啊，不好意思啊，我手机静音了。有急事吗？我听小道消息说，最近你可能会有危险，但是我现在也不太确定，要么你还是出去躲一躲吧。哎，不至于，他们想来对付我，尽管来就是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李媛，你不要仗着自己是李家嫡系的身份，就觉得没人敢动你。到时候他们狗急跳墙跟你玩阴的，不还是死无对证吗？命只有一条，说到底，你还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富家少爷。保险起见，我建议你还是避其锋芒。我避他锋芒？哼，我还怕他们不出手呢。苏小姐礼上，请喝水。直接要李媛的命，干净利落点，注意别伤苏有容，等下把她绑到齐少那儿就行。开枪！快点！第一枪失败，先清理杂鱼。怎么可能？这都没干掉他！找死啊！让你趴下，你没听见？李媛，你流血了。没事。李媛刚刚为了救我，差点死了。A 计划失败，立刻执行 B 计划。不会有问题吧？放心，我狂龙出手一向无败绩，只要他们还在房间里，他们必死无疑。那就好，我跟你们一起去。走。我就不进去了，等你们好消息。应该都解决了吧？完成了秦少给的任务，
我终于可以一飞冲天了！怎么可能？李渊，你……苏东来，你疯了吗？你敢对李家嫡系下死手？你是想害我们苏家被灭族吗？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你不追吗？没必要，事情不必闹得太大。此事是苏东来一人所为，我不想牵连整个苏家。至于苏东来嘛，会有人收拾的。谢谢。跟我客气啊。我是真没想到，你一个富家公子爷，身手竟然这么厉害。这人名叫狂龙，赫赫凶名，响遍全球杀手界，竟然都不是你的一合之敌。李渊，你到底藏得有多深？这个嘛，机密。我是真看不透你了。只可惜啊，这些人都死了，不然还有人能替我们指证秦世杰，我们就不至于这么被动。没办法，他们都是刀口舔血的主，不死不休。我不用全力，死的就是我们。如果没有李渊，我也死了。你说什么？原来秦少说让你从魔都消失，是指杀了你。你们见过秦世杰？我说见过，跟孟秋宁一起去的吧？干得真不错呀！知道斗不过我，开始找帮手了。寻常辱没嘲讽两句就算了，现在你们竟然想置我于死地！李渊，我们没有，我们都以为秦少的意思是把你赶出魔都，可没想到是现在这个样子。你说这些有什么意义？事实就是如此。李渊，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行了，你的话我信，毕竟你也差点死在我家。滚吧，我不想看到你。你要赶我走？不然呢？你不是一直想走吗？怎么，伺候上瘾了？李渊，我不想走，你刚刚舍命救了我，我想留下来报答你。你疯了！我是认真的，之前是我误会了你，我错了，你就让我留下来吧，我可以给你洗衣服做饭，我现在做得很好的。你刚刚不是都夸了我吗？你就让我留下来吧。你是不是有毛病啊？我救你只是不想我家里再多出现一具尸体而已，赶紧滚！我知道了，你一定是担心我在这里还会继续遇到危险，所以你才会着急赶我走的，对不对？啊？你以为自己是谁啊？我告诉你赵露，你对我来说一文不值，别太拿自己当回事儿，明白？赶紧滚！对不起。李少，这姑娘看来这辈子都忘不掉你了。我啊，看来这个情敌真的是少不了。他纯属脑子有问题。哎，我联系胖子过来处理一下。我们出去散散步。顺便找找某人的麻烦。好，我陪你。也不知道秦少开始行动了没有。谁？露露，你终于回来了。露露，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李渊欺负你了？走，跟我报警去。没有，李渊没有欺负我，是他救了我。什么？秋宁，你知道吗？原来秦少的意思是想要杀了李渊。这怎么可能呢？
李媛可是李家的，可这就是事实。我在李媛家里面经历了全过程，那些杀手杀人不眨眼，要不是李媛在关键时刻救了我，你就见不到我了。原来秦少是这个意思。秋宁，李媛以为我们和秦少是一伙的，现在估计恨透了我们。不会的，他能让你离开，就说明他心里清楚，我们不是始作俑者。就是李媛这个人心胸狭隘，要是让他继续这么得势下去，等他回归李家，他肯定会疯狂报复我们的。秋宁，你误会了，其实李媛她人挺好的。露露，你怎么帮着李媛说话呢？这段时间我在李媛家里面了解了她真实的一面，我们都误会她了。李媛她人真的很好，不然她也不会在关键时刻救我呀。露露，你清醒点，你忘了李媛就是个十恶不赦的混蛋了吗？我不想回去，我想留在她身边。露露，你疯了吗？我好像喜欢上他了。为什么呀，秋宁？我为什么不能喜欢上他呀？露露，你是我的好闺蜜，你怎么能喜欢上李媛呢？难道是因为他是你未婚夫？可你明明就不喜欢他呀！你连做梦都想跟他退婚，难道不是吗？秋宁，你不喜欢，那完全可以让出来，有人会喜欢，就像苏小姐说的那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之前一起都那么讨厌李媛，你现在突然跟我说你喜欢上李媛了，你让我怎么能接受得了呢？秋宁，你是不知道我们刚才有多危险，对准我们的可都是狙击枪，我是一点都没有察觉到，要不是李媛反应快，你下一次见到我就是在我的葬礼上啊。我们以前确实很讨厌李媛，但那都是误会，其实他人真的很好，不然他也不会拿出2个亿来给你补窟窿，对吧？我们去和他道歉，和他说清楚，他不会为难我们的。行了，露露，反正你喜欢上李媛这件事情，无论如何我都接受不了的。为什么？我刚才说的你是一点都没有听清楚吗？秋宁，你不愿意接受李媛的婚姻，说反对包办婚姻，想要恋爱自由，可喜欢李媛是我的自由，为什么到我你就不能理解一下呢？好，我明白了，孟秋宁，你只在乎你讨厌的人如何彻底消失，你根本就不在乎我的感受。露露，李媛，你非要夺走我的一切你才甘心吗？你为什么不安心的去死？难以想象，李媛是怎么从这么多专业的杀手中活下来的。算了，不想这些了，我要赶紧去找秦少商量对策，不然整个孟家都要危险了。废物，一群废物！秦少，那李媛他简直不是人，他不仅能躲子弹，就连贴身近战像狂龙这样的高手都能被他反杀，任谁也没有想到他有这么厉害啊！这下不好办了，李家对李媛的态度肯定有所改变，暗杀李媛，李家的怒火谁也无法承受。不过好在狂龙他们都死了，我也跑掉了，没有被他们抓住。李媛没有证据证明是我们干。有没有证据，对这种世家大族来说算不了什么。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李媛没有死。而且你说李媛的身手了得，那么你想，他想抓你，你跑得掉吗？他是不想脏了自己的手，放你回来，是想让我把你处理干净。不，秦少，我只是奉命行事，是狂龙他们动的手啊！秦少，我对你忠心耿耿。这样，我现在就离开魔都，我去一个没有人能找得着我的地方，我一个字都不会说的。秦少，不好意思，你知道的太多了。秦少，饶命啊！秦少，处理干净些，明白？秦少，饶了我吧！秦少，饶命啊！秦少。李媛呀，李媛，
你到底还要给我多少惊喜？去。秦少，你知道刺杀李渊失败的事了？是。这件事你事前不知，你大可找李渊道个歉，认个错，何必这么害怕？我绝对不可能跟李渊服软道歉的。孟小姐还是个高知人呀。秦少，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无妨，我手中还有地盘，暗杀不了李渊，那就光明正大的让李渊回不了李家。秦少，我听说你跟李家的大少爷李浩有些恩怨。不是我的人。孟秋宁，你也在？你可是有未婚夫的人，这大半夜跟一个男人待在这乌漆抹黑的房间里，你有点不守妇道。你们怎么进来的？秦少是吧？我建议你啊，换一个安保团队，你那些人啊，全都是废物。李少说的是，李少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你跟我面前装你妈呢？有灯你不开，在这装深沉、装神秘什么？我告诉你，最烦你这种装逼的人。不就是一张平平无奇的死妈脸，还以为自个儿是什么最终大 boss， 压迫感全靠黑灯瞎火来塑造是吧？李少，叫你爹干哈？李少，别打了，大家身份都不低，能不能体面点？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好好谈一谈。你都准备要我的命了，还想要体面？你他妈算什么东西？李少，这里面误会啊，是那个苏东来，他擅作主张要对付你，我已经替李少解决掉了。不是，这些理由你自己相信吗？李少，既然孟秋宁在这儿，那从他的嘴里，你应该知道我是什么人。睚眦必报，心胸狭隘。你要杀我，我岂能容你？李少，你不能杀我！这世界上还有我不能杀的人。李渊，你不能杀秦少。哦？秦少他再怎么说，也是魔都第一家族的掌权人。如果你杀了他，魔都必定大乱。李家想要在魔都扩张，一旦乱了起来，也不符合李家的利益啊。孟秋宁，在你心目中，我不就是一个想一出是一出，想干嘛就干嘛的无良纨绔吗？只要我输他了，会管这些？秦少他可不是什么无根杀手，他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刚刚你跟苏小姐进来，肯定被很多人看到了，而且周围都是摄像头。如果你公然杀人的话，必定是逃不掉的。你就算再不计后果，也得为帮助过你的苏小姐考虑考虑吧。不用考虑我，李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都支持。李少，只要你能饶我一命，我保证，我以后绝对不会觊觎苏有容。而且你想要什么东西，我就给你什么，包括我们秦家家产。
你秦家那点东西，我压根儿看不上。李元，你现在身上只有几个亿，都没有达到李家的要求。秦家资产上千亿，你凭什么说出这样的话？就凭我掌握你们的生杀大权，我他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无耻！孟小姐，你少说两句嘛。行了，孟秋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不让我杀秦世杰，无非只是因为我当着你的面杀人，你这个目击者也活不了。你害怕我把你一块处理了？你这个人啊，就是想要什么想做什么，总是喜欢找一些冠冕堂皇、占据道德制高点的理由来掩盖你自私自利的本质。我今天呢，确实不会杀人。秦世杰一死，这场游戏就没意思了。咱们慢慢玩。不过你找人杀我，这口气自然是要出的。今后要是还有什么动作，放在明面上，本少懒得跟你玩阴的，明白？哎，不敢。走吧。秦少，该死的狗东西，竟然敢羞辱我！我一定弄死你！让我当你的面好好玩顿死骨肉！秦少，只要你还有办法，我们就一定不会输。我听说李元最近要收购一家实体业的公司，我一定让他把吃进去的东西都给吐出来。没了李家的庇护，他李元连一只蚂蚁都不是。秦少，你只要开口，我一定全力而为。行了，你先出去，我打个电话，有什么事情我就通知你。秦少再见。大少爷，哎，是我。哎，小心，小心，小心。你是想利用秦世杰引出幕后黑手？虽然我已经猜到是谁了，但我需要他亲自出现在我面前。我回李家是迟早的事，所以拔掉那颗钉子才是重中之重。万事小心。你觉得我现在还需要小心什么？是啊，像你这么深藏不露，谁知道你还能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那没有让你失望吧？没有啊。现在去你家还是我家？我送你回家。哦。李元那臭小子又有什么动静了？老爷子。什么？老爷子，是谁安排的？已经查清楚了。有人狗急跳墙，我不意外。但李元身手这么厉害，让在暗处保护他的人都没有出手的机会，这才是我惊讶的。确实，我收到这条情报的时候也很吃惊，还反复确认了一下。老爷子，看来二少爷确实变得跟之前不一样了。先是借钱投资上农集团，力挽狂澜，赚了钱之后大笔一挥，报答相助之人，又以一己之力力战世界顶级杀手。整个李家貌似能做到这种程度的也没有几个人吧。年轻一代嫡系中唯二少爷一人，我这个在所有人眼中只是个废物的孙子，果真没有让我失望啊。时间也差不多了，准备收网了。是。
胖子，你就不能给我带点好消息回来啊？老大，我也没办法呀。说吧。老大，你不是让我着手去收购一家实体工业的公司吗？有什么问题啊？胖子，我们想要做大做强，就必须要有完全属于自己的产业。话是这么说，我最近一直在考察，有几家公司很符合要求，也有意向，我们都快签合同了。但是今天他们好像商量好了一样，都不卖了，而且不提前告诉我，非要当面告知我，害得我跑了几家，这不折腾人呢吗？奇怪，有什么好奇怪的？秦世杰出手了。秦世杰还敢搞我们？秦世杰就是那种自认为有大逼格、大格局的人，整天装腔作势，觉得自己老体面了，自认为一切尽在掌握。一旦有人撕下他虚伪的面具，他的自尊心就会严重受损。他现在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了，搞点事情，不是很正常吗？可是他秦世杰发疯，就能拉着整个魔都人陪葬。现在谁不知道老大你得势了？他不来投靠你就算了，居然还敢跟你作对。两个方面，一是秦家目前依旧是魔都第一家族，李家再强势也是外来者。至于这第二嘛，肯定是秦世杰背后的人也出手了。背后的人会是谁啊？过不了多久就知道了。那我们的商业计划怎么办？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不是所有企业都拒绝我们吧？老大，你还真神啊！确实有那么一家公司，但是这家公司经营情况真的很惨淡。虽然表面上不像上农集团那样濒临破产，但是实际问题更加严重，填不完的外债窟窿，连银行都不敢让它破产，简直就是史诗级的巨坑。双峰工业是吧？哎，老大，这双峰工业还是我经过各种考察，在各种蛛丝马迹里面才找到的问题啊！我还去问了内部人的消息，怎么我一说老大你就知道了？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事。老大，你不会想要收购这双峰公司吧？他们既然给我们挖了这么大一个坑，让我们没得选，那我就如了他们的意。我不仅要往里跳，我还要跳得声势浩大，跳得世人皆知。双峰工业吗？你觉得我和我背后之人精心策划的这个大坑，李元会跳吗？这么明显的做局，如果换做别人，大概率会选择放弃。但是李元不会，因为他没有脑子。他认定的事情通常会一条路走到死，因为半途放弃对他来说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他以前就是这样，所以不管做什么都会亏，被有心之人骗得一干二净。但是啊，他从来都不会吸取任何教训，失败了也不承认，并且继续这么干。尤其是在他侥幸成功了一次之后，他现在肯定已经膨胀到了极点。这就是专门为李元设计的局。这次我不仅要把他靠信誉赚过来的钱给吞掉，而且还要把……如果李元真的打算收购整个双峰集团，那他将面临的就是血本无归，还要承担上百亿的债务。哼，他自己肯定无力偿还。李家出于脸面考虑，会为他兜底，但届时李元的下场是什么？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老大，这下我们全完了，这已经不是赚不赚钱的问题了，这100多亿的外债，我们到底拿什么还吗？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哎呦，我的老大呀，我实在是想不出你还有什么办法能够翻盘，除非你是个神仙。哼，差不多吧。李渊，你千万不要收购双峰工业，这明显就是给你设的局。哼，你这猪脑子都能想到的事儿，我会想不到？
只要你不收购就好，那就不会出事了。赵小姐，我们刚刚收购了双峰工业，你晚来一步，嘿嘿。你明明知道，为什么还要收购？本少行事，还要向你解释不成？回家玩去，别来烦我。李元，还有事？不管以后发生什么，我都会和你一起面对的。你没事吧？我虽然不能像苏小姐那样帮你，但是我可以陪着你啊，给你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我去，老大，这赵小姐不就在你家待了几天吗？你就把人调教成什么样子了？谁调教？老大，你还别不承认。据我了解，赵小姐讨厌你的程度可不比孟小姐少啊。突然发神经，别管他，我们走。哎，别缠着我啊，有多远滚多远。我和秋宁绝交了。哦，我不是想说因为你我都和我好闺蜜绝交了，我只是想陪在你身边。行，既然你送上门了，那我就大发慈悲的让你继续留在我家当女佣。我要让孟秋宁好好看看，到底是谁的眼光有问题。太好了。事先说好啊，我同意你留在我家，只是单纯的把你当作弃孟秋宁的工具而已，没别的意思。明白，这就够了。这些活我来干。老大，魅力不减啊！在家里养这样一个小女仆，也挺好的。闭嘴吧，胖子，烦。嘿，老大，这都3天了，怎么双峰集团一点逆袭的迹象都没有啊？这天气好像影响不了工业企业啊，反倒他们家在海外那些没有什么效益的矿产，会因为天气原因变得更加糟糕。胖子，说你没脑子你还不服？咱们因为天气成功了一次，你就全指望天气？这些道理我都明白，可是我实在是找不出有什么能翻盘的点了。你只需要记住，任何人绞尽脑汁、运筹帷幄，都不如荒诞现实的神来之笔。到时候你就懂了。李元席上吃水果。老大，上次秦世杰派来暗杀小云跟王妈受到了惊吓，老大你给他们放了假，家里就剩赵小姐一个人，她居然能把家里面打扫得井井有条的，真厉害啊！李元，不管以后发生什么，我都会和你一起面对的。老大，你是怎么把她培养成贤妻良母的？快教教我，快！滚一边去！时间差不多了，胖子，通知秦世杰和孟秋宁，邀请他们来家里。好戏开场了。老大，让他们来家里边。李家的事，自然要在李家解决。李家的事，老大，这不是秦世杰和孟秋宁的事吗？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去办事儿。哦。傻子。秦少，李元让我们去他家。我收到邀请了，你怎么看？这几天下来，李元肯定清楚自己接手了一块要他命的烫手山芋，现在怕了。后悔了，所以喊我们过去，想要跟我们求和，要不然他也不会喊我们去他家的。果然是个蠢货，虽然中间出了点小问题，但结局却是好的，甚至比直接杀了他风险更低。不，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对于我们有何风险可言啊？秦少，
我建议找几个大报记者跟我们一起过去，不用太多，3个就行。还是你狠呀！既然事情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我要让李媛彻底不凡凡事。好，你去外面等我，我打个电话，然后我们一起去送李少最后一程。哎，老大，你现在居然还有心情看电视啊？你匆匆忙忙叫我过来，就为了给我们放这个？你还真给说对了，咱们的惊喜啊，就得他来。老大，我们到底在等什么？李少，你这连吃的喝的都不准备，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李少，你这连吃的喝的都不准备，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秋宁，你明知道秦氏杰痛下杀手，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勾结？露露，你不懂，你在李媛身边，你会后悔的。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就是双峰工业的事情吗？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不在乎，最差也不会吃不上饭。李少，我带了几个人来，不介意吧？你们没事，让他们拍，多拍点，记得给我拍帅点。李少，看来你这是要破罐子破摔了呀！既然你想求和，总得拿出点诚意吧？求和？谁告诉你们我要求和了？那你把我们叫来干什么？当然是亲眼看着你们这些跳梁小丑是怎么死的。刚才他们拍的那些照片，可以作为你们最后的遗照。还在嘴硬，双峰工业的问题已经积重难返了，你已经没有任何的希望了。哦，只叫一二。李媛，你在收购双峰工业的时候，难道没有看合同吗？一旦收购，承接双方资产的同时，也要承担他们所有的债务。我当然知道啊，不然区区3、4个亿，那帮老家伙还不肯卖呢。李媛，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像你这么蠢的人，明知是火坑还自己往里跳，你根本就无法收场。你怎么就知道那是一座火坑，而不是一座藏在烈火之下的巨大金矿呢？算了，跟你这种人啊，根本就说不清楚。反正啊，你已经完了，李家会跟你彻底断绝关系，而我们的婚约也自然就取消了，你就会沦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孟秋宁，我以前就是对你太仁慈了，跟条舔狗似的，让你分不清大小王了。你不想嫁，难道我就想娶你这种货色吗？我现在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反正老公你也叫过了，你现在洗干净了，去房间里等着。过了今晚，虽然我也不会娶你，但当我李媛的小情人，也能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你做梦！李媛，我告诉你，我自始至终从来都没有正眼看过你一眼，别到时候你跪在地上求我们放你一条生路。看来李少还是很淡定呀，那你还有什么底牌亮出来给大家看看呀？李媛，你要想做什么就赶快做吧，要不然来不及了。我什么都不用做，等着就行了。死到临头还要在这里拖延时间是吧？好，反正我有的是时间，我陪你们等。南美矿山突发地震，大下方3座大型矿山塌陷。快拍呀！快拍！据悉，此3座矿山为大夏双峰工业集团所有。这怎么会这样啊？这下我们全完蛋了。李媛啊，这下连老天爷都不帮你了，你这就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李媛，你死定了！3座大型矿山坍塌，
损失又是上百亿，现在李家想保你，那也保不住了。大少爷，李家大少爷李浩，原来秦世界背后的人是李浩，怪不得。堂哥，你终于来了。你什么意思啊？上次你爹铩羽而归，我还怕你不来呢。李儿，别在这跟我逼逼赖赖的啊！前2次没把你弄死，那是你运气好，今天你逃不掉。在机场安排刺杀我的人，果然是你。你确实比你爹要狠很多呀。哎，是我又怎么样？你瞧瞧你，你现在翻不起什么浪花了，你知道又怎么样？啊？我想不明白了，你这个废物身上到底有什么好的，让爷爷那么喜欢你啊？不过也没有关系了，从今天开始，李家继承人的这个身份只有我了。是吗？我现在就给家族通知，把你驱逐出境。把新闻放出去吧。这一切终于要结束了。紧急插播一条新闻：先前因地震坍塌的双峰工业的矿山露出大片深层金矿，其面积刷新世界最大金矿纪录，初步预估黄金年产量将突破90吨，年产值突破3000亿。什么？看来你们的如意算盘打空了呀！目前看来，我靠双峰工业一年能赚几千亿现金，还不算股份分红，区几百亿的外债算得了什么？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怎么回事？老大，我们又发财了！合同里面可写了，这片地方归我们所有，发现的所有矿产资源也都归我们。这世界第一大金矿是我们的私有财产啊！发财啦！嘿嘿。这也太不可思议了。胖子，你这话说的不对。双峰金矿并非我李元一人所有，而是归为李家资产。什么？这不可能！这个新闻肯定是假的。世界第一大金矿，这即便对于李家来说，也是可望不可及的重大资产。看来，未来李家的继承人一定是李元了。堂哥，你还是太新奇了，你暴露的太早了。不过，我还真得感谢你们，是你们亲手将这座金矿送给了我。妈的，老子跟你拼了！老大小心！爷爷，我刚才说的话都听到了吧？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好，好，好，不愧是我的好孙子。哎，不是，爷爷，你怎么来了？哼，逆子，你们的一举一动我都盯着呢。我这个时候出现，就是为了清理家族败类。怎么回事？下方李元只是我的布局而已。当年你们3弟死去的时候，我就知道是家族败类对同胞血亲下了毒手，放李元来魔都，只是为了引出凶手。李浩，那个人就是你爹。啊，不是，爷爷，我跟他只是争这个继承权，我没杀人，我真没杀人。闭嘴！你找的那个杀手，我们已经抓到了，他不仅公认了你，而且还有视频和录音，铁证如山。原来李家赶走李元，下放魔都，只是布局而已。把他和他的同伙秦世杰带走，交给执法队依法处理。不，爷爷，饶了我吧，我是你亲孙子啊，爷爷。干得好呀！李家未来有你，何愁不继续兴旺？还是爷爷跟老谋深算。你们是记者吧？听好了，从今往后，李元就是我李家唯一的继承人，我
就此退休。李家以后的事情，李渊说了算。都拍下来了吧？拍了。那还不赶快去发布新闻？这可是大独家呀！啊，对，这条新闻绝对上头条，快走！李老爷子，我婚约的事情，和李渊谈吧。李渊，我能单独和你聊聊吗？可以啊，走吧。李渊，我之前确实对你有误会，你能原谅我吗？只要你愿意原谅我，我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啊？什么都可以。那你过来，蹲下。什么？我现在火气很大，蹲下。你不是什么都可以吗？不愿意就出去。李渊，孟秋宁啊，孟秋宁，你看清楚自己了吗？你根本没有任何高贵可言，你只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小人罢了。我早就说了，谁得势你就依附谁。你要是坦荡一点，我还能高看你一眼。滚吧，永远不要出现在我的视线里。你这种女人，没资格碰我。双方金矿的事情，你自己安排。我打算任命苏小姐和徐海波为双峰总裁和副总裁，年薪1000万计，享股权分红。多谢老大。胖子，最近跟着我辛苦了，另外再给你10个亿当零花钱。哎呦，老大，你简直就是我的义父啊！哎，行了，爷爷，我先送你回去休息吧。好，爷爷慢点。乖孙儿，等一下，李老爷子，你不是说李渊要完成2个目标才可以回家吗？是，他是赚了不止10个亿，可是还没跟我结婚呢，他不可以回去的。又一个脑子坏掉的。李老爷子，我和李渊是青梅竹马，秦氏姐倒之后，我就是魔都第一，不如让我嫁给李渊吧，这也更符合李家的利益。那你觉得呢？我觉得可以立刻完婚。好，那我们李家的新媳妇儿就是苏小姐了。秋宁，你还不明白吗？你和李渊的婚姻其实并不算什么，老爷子一句话就能把你给换掉。你对于李渊和李家来说根本就不重要，甚至连一个棋子都不算，他们随便找一个人就能替换掉。我错了，我错